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买菜梗做攻略，大师是有三九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。今仔日是5月16，拜五，有几套版咯，要分享予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无加减拖白二中医。咱对3月初4开始，3六的第5期、顶2期、节2、第1期、第4期，控诉3日，3六的下5期、节2、3、4、5，开控诉的。4月18，3六的第5期、顶2期、节2，第1期、第4期，0729，3六的下5期、节2、3、4、5，开29的。4月19，3六的第5期、顶2期、节2，第1期、第4期，0324，3六的下5期、节2、3、4、5，开24的。4月25，3六的第5期、顶2期、节2，第1期、第4期，0127，3六的下5期、节2、3、4、5，开27个。5月初10，3六的第5期、顶2期、节2，第1期、第4期0728，3六的下5期、节2、3、4、5，这就是5月16，拜五要用的0728。二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加码的二中医。咱对4月初7开始，7期一届，节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固定7期一届。第3期19减3、16加3、22、16、22的6期，节2、3、4、5、6，开22个。16加3、19，歹势，16减3、13加3、19，13、19的6期，节2、3、4、5、6，开19个。19减3、16加3、22，16、22的6期，节2、3、4、5、6，开22个。
25减3 22，加3 28， 22 28会六支，1 2 3 4 5 6，开28个。19减3 16，加3 22， 16 22会六支，1 2 3 4 5 6。这就是5月16拜五要用的。16 22学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合数的学中医，咱对5月初2开始，2期一届，1 2 1 2，固定2期一届。第3期20，合数29 43 09 23，会4期，1 2 3 4，开09个。08合数29，合数43 21 35，会4期，1 2 3 4，开21个。21合数29，合数43 08 22，会4期，1 2 3 4，开08个。19合数29 43 10 24，会4期，1 2 3 4，开24个。26合数29 43 03 17，会4期，1 2 3 4。这就是5月16拜五要用的。03 17学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5期，咱对4月14开始，10月无定位，会7期，固定加3 1 2 3 4 5 6 7，咱对23开始，23加3 26，10月会7期，1 2 3 4 5 6 7， 26。26加3 29，歹势。23加3 26会7期，吼，26加3 29，10月会7期，1 2 3 4 5 6 7， 29。29加3 32，10月会7期，1 2 3 4 5 6 7。这就是5月16拜五要用的。32
5支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以上即几套版路，分享互各位朋友下摆做参考。爱去看煞，爱甲大师兄有三九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支持，祝大家顺利中奖，再会。